3月份嘅有機生活啊，今個月咧天氣就比上個月2月份就好咗好多啦。溫度大概都係維持喺10度左右啦，即係香港嚟睇算係幾好噶啦。就最近咧就睇到一啲相關嘅報導啦，就係講香港人嘅英文啦，關於香港人講英文普遍好似個程度向下咗啦。咁另外就係有好多人咧係去移民去咗好多地方。咁當然啦，香港人差唔多9成9去移民都係一啲講英文嘅地方咁但係結果咧聽到好多都係去咗之後2年左右，有啲甚至乎1年左右咧就即刻決定係走翻轉頭。咁其實喺我嘅眼中睇咧，移民唔係好似好多人一般嘅睇法啦好似即食麵咁樣一決定拍一拍個腦袋，咦想移民咁就即刻賣樓咁走，咁諗住揸住嚿錢去到一個新地方，可以即刻就可以重新生活過。咁我自己啦可以講係移民專家啊嘛，咁所以我諗由我嘅口講移民嘅問題咧，都會比較有啲說服力，因為我去咗美國前前後後加埋啦都超過30年時間。咁當然我嘅睇法同一般人嘅睇法可能會有好大嘅分別都唔定，咁所以大家可以參考下都值得嘅，我估下。咁第一有一樣嘢就係香港人始終有一個習慣，即係睇移民咧睇簡單咗。基本上我諗冇幾多人好似我咁樣由開始想移民去到正式去美國即係嚟美國應該講87年咁上下就想移民。我係91、92年先係正式嚟到美國嘅。咁當然啦，你要申請又要搞好多其他手續又或者事前有啲準備啦，無論係心理或者啲不過有一樣嘢，我移民咧就冇好似以前嗰啲人咁或者而家仲有人係咁嘅移民咧，就係裝貨櫃一櫃嘢咁樣一嘢就送過嚟咁樣。我就冇，我揸住2篋行李嘅啫我所有嘢係嚟到美國先買嘅咁可以講係一半咧，因為冇錢。咁另外一樣嘢咧，我就將喺香港用開嘅嘢咧，就係執去俾其他屋企人好，或者識得嘅人好，或者覺得有啲嘢唔需要啦，或者有好少部分啦係即係可以留低，但係唔需要帶埋過嚟美國。咁所以咧，我就真係拎住2篋係行李嚟嘅啫，係啲衫或者即係覺得啱着唔需要。尤其是我去第一個地方係Florida， 係 Orlando Florida， 所以咧嗰度同香港嘅天氣好接近嘅，所以都係 T 恤短褲唔係好多嗰啲需要嗰啲咩西裝嗰啲。我好似唔知帶咗1-2套西裝，其他啲都冇要到。咁但係 anyway 咧我可以分析到香港人其實睇移民咧好似有一樣嘢就係都慣咗周圍去㗎啦旅行去呢度歐洲日本東南亞甚至乎再遠啲嗰啲都去過㗎。咁但係嗰啲係旅行喎去旅行個心態同埋你去玩移民嘅心態係肯定係完全兩回事嘅。咁但係可能係好多人咧就覺得，咦我去到嗰啲都得啦
去移民啫嘛，去邊度咁我咪得咯。嗱呢樣嘢咧就好唔同嘅，因為我諗冇乜幾多地方可以話移民咧就你去到攞咗個所謂嘅PR 身份，然後跟住就兩下就中意咪返香港3、7個月或者1年都唔返去，然之後就唔知幾時又返去咁樣叫做到一到人哋又走過，然後又返香港又當係做嘢揾錢，然後又跟住唔知點樣搞到咁上下3年到咧又返去咁入籍咯咁，即係而家咧用咁嘅心態咧，我開大家聽。你一日都唔過得，即係好簡單嘅就係你香港，你住開我當係香港島咁樣啊，咁有啲人話想買樓喎，咁平啲或者定點樣去新界比較所謂嘅偏遠啲嘅地方啦，可能係講係屯門咁樣。嗰啲係叫做移居，即係由一個地區去另一個地區啫，都仲係其實係相同嘅生活習慣啊、講嘅語言啊各樣嘢，你唔需要好大重新去適應過，即係起碼食嘅嘢一樣啦，甚至乎你想食碗雲吞麵就唔同公司唔同牌子咁解啫。入到去屯門一樣係有雲吞麵食噶嘛，但係你想喺就講美國啦嚇，你唔係去嗰幾個有唐人街嘅大城市度，你咁容易揾碗雲吞麵食啊？喺我呢度咯喺呢個 Columbus Ohio， 你揾碗雲吞麵食啊？芝加哥都得，不過芝加哥嗰碗雲吞麵就好唔同咯。你去嗰啲酒樓我啱啱先去芝加哥同我女去飲茶，嗰啲飲茶嗰啲點心拳頭咁大個嘅你話喂叫龍咩包蒸包定乜嘢啦，或者叉呢個燒賣嗰啲咁。喂，燒賣嗰都冇一個拳頭，都大成半個拳頭咁大嚿喎。你見到佢拎嚟，你都大家覺得哇，係咪㗎？你有冇拎錯嘢俾我啊？真係㗎，唔係講笑。所以咧，即係我哋尤其是香港人，唔好講其他嘢，就係講食嘢，我哋慣晒啲係嘴尖㗎啦。哇！喂，去到揾唔到已經死啦〜俾你揾到，你一坐低，你見到嗰樣嘢，唔係嘛？未食落口都知唔得㗎啦。咁所以即係如果大家係用我剛剛講嗰種，好似香港搬去屯門住咁嘅心態，諗住唔啱咪走咯咁，9成9你都走得係就講翻嗰個語言問題，因為其實香港人咧就你可以講係執着。亦都係慣性香港人咧就慣咗競爭，即係做任何嘢返工好咩好都有個比較咁樣好啲，咁樣冇咁好好啲嘅咧就叻啲嘅唔好啲咧就渣嘅睇唔起嘅，咁樣咧你去到外國咧你就一定大件事，尤其是你遇到一啲譬如西班牙裔嘅人講英文，或者係黑人講英文，已經係好唔一樣。佢哋有佢哋嘅口音，甚至乎唔單止係佢本身嘅口音，佢喺唔同地方長大，即係譬如有啲係喺Alabama， 有啲喺 New York， 有啲喺三藩市定點樣。雖然大家都可能係黑人或者西班牙人或者白人咁講，佢哋都係有唔同口音。若然我哋香港人咧，我哋係講慣英國英文嘅話咧，死得一定唔知佢哋講咩。咁所以久而久之，大家都慣咗，咦咁唔得喎，咁樣你話唔得，原來係你自己唔得，咁結果咪唔適應咯講嘢都唔明喎，人哋講乜又唔明，
你講乜嘢人哋都唔明，因為人哋係唔聽英國口音嘅，直頭笑你嘅。我已經俾人唔知笑幾多次啦嚇，battery 啊 battery 啊電池啊嚇嗰啲兩個 A 啊三個 A 嗰啲電池咧，我試過去 Home Depot買，我揾唔到，我問人哋 battery 咁，人哋笑佢咔咔聲揞住個嘴，即係等於有啲人去Toronto 啊，Toronto